係5 B 斑馬先啦。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，叫做《當一天昆蟲》。首先，我要同大家分享一隻昆蟲叫做米。當一天米啦，咁你可唔可以喺路邊執一個蛋糕，然後從起點行到落終點，然後當一天蜻蜓原來先知原來古代嘅時候嗰啲昆蟲原來可以咁大隻，然後最後佢決定要好好咁觀察一下呢啲動物，呢啲昆蟲。呢個係我嘅圖書分享完畢，多謝。